恩典之家牧师胡小金出生伫咧无完整的家庭，少年时曾经是一名不良少女，大汉了后靠着音乐天赋成为知名艺人，也曾经伫企业界、学术界看领域担任高阶主管。伫社会走创一年了后，胡小金转来到新的起点，以过来人的身份协助民众走出忧郁情绪，奉献社会。我现在才知道，原来传福音是传圣灵大能的福音，要救一切相信的人的福音是圣灵的大能。所以我常跟王牧师说，我这么看了一轮之后，即便我现在还不完全还不到位，但是我来到台南，我非常清楚我要传的是圣灵大能的福音。在这里，我要做的是使所有我们生命的瘸腿、瞎眼的来到这里有属天的宴席。因为我说这就是屁，这是花钱买不到的事情，就是你说的无价。在这里不用门票，但是却有世界上的支持系统、医学、药物、心理学无法给你的真正的医治和解套。因为神的医治，它不是头痛医头、脚痛医脚，它是解决你生命的本源。安平恩典之家教会这次所举办的天国的宴席特会，特别邀请到音乐人黄国伦，用音乐唱跳方式来传福音。你们在唱的时候要开心，有时候喜乐是一种能力，所以说我要来喜乐，我要喜乐是我的决定，圣灵就会工作。我进入他的门，我的喜乐很健康，我进入他的园，赞美主，为了寻天主放所定的日子，我要欢喜你，他是我喜乐。来宣告，他是我喜乐，他是我喜乐，他是我喜乐，我要欢喜你，他是我喜乐，他是我喜乐，他是我喜乐，我要欢喜你，他是我喜乐。姊妹来唱。两天的活动，除了有台南在地教友参加，也吸引来自全台各地朋友齐聚同乐，亲身体会宗教的爱意义。记者张锡维采访报道。